拿要了拿钱走。哎呀，提车提下来办到的。这也老细啊！哎呀。来，你专门下去。来。哦，你要来了。这手头大的，拉倒，干嘛也好，那个给大爷手拉倒，好，这可以不拉，都天上来多，来慢慢的，哎，直播来头，天上来再说，慢慢的。我的手头拉上就是，大人小人我都要拉他。90岁了。给你公道讲。你现在。